2017年11月的资料说有27个国家拥有王室，现在2022年7月了。那有影片介绍的是有26个，到底是哪一个发生变化了？每日头条。亚洲有王室的国家有12个呢，日本、柬埔寨、泰国、马来西亚，东南亚最多了啊。文莱、不丹、沙特阿拉伯、科威特、约旦、西亚那边的呢，卡达、阿曼、巴林。东南亚的好像是回教的国家比较多呢。这样好跪拜吗？西亚阿拉伯地区，王子有5000多位。